迎收听6月28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77到78篇，与承认软弱有关。有几位大男生，他们一起合资要开一家公司，为了要彰显这个公司的霸气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公司取名叫做能力。听起来能力公司，哇哦，好霸气哦！于是大家兴高采烈的就去申请这个营业执照。1个月过后，将这执照拿回来，大家一看都傻眼了。只见这个执照上面大大的写着能力有限公司。我们的能力有限吗？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能力有限吗？特别在那个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我们同时知道我们的有限吗？诗人借着向上主祷告的诗歌，见证世代经历上主的作为，其实都在那个世代里面，与这些经历上主的人，他们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有关哦。在今天的2篇诗篇77篇和78篇当中，77篇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好像听不见上主的声音，好像心中没有感动，好像这些好事这些应许还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这首哀歌在苦难当中他求主安慰的诗歌，透过这首诗歌的内容，让我们看见，即使在那软弱当中，当我们愿意承认软弱的开始，也就是我们再次要经历主作为的开始。在这边说到这位诗人在向上主哀求祷告，在那里整夜举手祷告，然而好像许多人的经验一样，在祷告中还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，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安慰，甚至因着这样觉得心情很沮丧，甚至晚上睡不着觉，甚至觉得上主是不是离弃我们了？难道这个环境已经罪恶到无可挽回了吗？在这里诗人感受到他没有办法感受上主的恩典，到一个程度是他说最让我伤心最使我伤心的是，至高上帝的能力已经改变了。我们的主能力真的改变了吗？还是因为我们太过软弱，以至于我们连上主他的作为也在软弱中无法感受呢？在今天这2篇诗篇当中，诗人都透过一件事情，透过这件事帮助他再次向上主来称谢，再次向上主来寻求。他在这里不断说我要我要我要。这件事是什么呢？这件事就是他回顾过往上主的作为，回顾过往上主的作为，去数算所经历的恩典的时候，去看见这大自然上主创造奇妙可畏的时候，诗人知道，即使我现在软弱，但上主仍然同在。诗人看见这河流在那里湍急的流着，看见下着大雨，看见天空闪电，看见在海洋在深渊。看来上主没有在那个地方，可是却借着这些大自然再次让诗人看见，他其实是被上主所带领所同在的。就在那软弱里面，重新再次来回顾，重新再次来数算恩典。而这样的数算恩典78篇可以说是相当的经典，因为他带领我们回顾诗人他数算
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大卫建立王朝这段期间的历史，不断地指出上主的慈爱、信实和他子民的不忠背叛。在这当中看见，当人真的是很软弱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却没有忘记他与他百姓所立的约，他仍然赐福，而且不仅是赐福相信他的那一代，他也赐福这一群相信他的人所生这些后代。透过这些后代，他们也转向上主的时候，上主的恩典就在这当中流淌到世世代代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见上主借着摩西与他的百姓立约，但是人的软弱是他们没有遵守与上主的约。诗人在这里不断的讲到，承认那个世代他们的软弱，他们真的曾经背叛，他们真的曾经冒犯，他们甚至曾经想要离弃主。然而主从那旷野，从那个出埃及，从那个建立王国，从那个带领百姓在云柱火柱中经过的过程里面，不断的与他们同在。当他们想求水喝，当他们想要求食物吃，当他们想要求有王，当他们想要求，主按着他的心意帮助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回到他的面前。我们的主是公义的，他怎么样能够如此宽容人的软弱呢？在这样的历史当中，今天78篇就让我们看见，主真的是一位以他永恒的慈爱善待他儿女的主。即使在人的犯错中，上主仍想尽办法的让人恢复跟他的关系。他就像一位牧者，这2篇的诗篇都有讲到牧者这样的角色。在律法的时代，借着摩西、亚伦他们在上主的立约当中所带领的，就像一位牧者带领他的羊群，带领他的子民一样。而到78篇的时候，借着这个出埃及到大卫建立王朝的历史回顾，我们看见主赏赐人，他就像一位牧者，一步一步引领我们的脚步，甚至到一个程度，人真的没有办法自救，人真的是容易陷在罪恶中，他就借着耶稣基督，也就是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希伯来书13章20节所说的，上帝已经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凭借耶稣所流的血印证了永恒的约，使他成为群羊的大牧人。所以到今天，我们有这位牧者中的牧者，这位大牧人耶稣基督，透过他为我们流出宝血，来与我们立这永恒的约。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与他的十字架，我们就在其中一起来享受主的恩典。而前提是什么呢？我想就像这2篇诗篇都说到的，与我们的生命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有关。承认软弱其实是一个很重要信主的步骤，因为当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的，我们承认我们需要耶稣，我们承认我们内心的渴慕，这帮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更能够放下自己，依靠上主。当我们默想我们今天有什么软弱的时候，我相信透过这2篇诗篇，诗人再次向我们见证，主要帮助你靠主胜过。就好像当保罗面对到那牧会上的困难，他愿意像一个牧者来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，然而也不全然被认同，甚至被攻击。可是在那个自己的软弱里面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
觉得沮丧的时候，保罗他也是靠主来得刚强。在他的话语里面，他面对到他自己生命中的软弱，他承认软弱，并且他说什么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这不是他说，是他领受从主来所说，他见证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他领受这是主向他所说的话，所以他向弟兄姐妹见证说，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。我们夸自己的软弱的目的，不是为了要让人落井下石，或是嘲讽讥笑，而是要见证主的能力如何在我们的软弱上面带领我们来胜过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我们都有自己的限制，然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我们的软弱当中，我们更能够发现，也更加认识，原来我们的主是一位不离弃的主，是一位接纳我们软弱的主，更是能够帮助我们在软弱中得胜，翻转我们原来的缺乏，成为富足，并且向人来见证，主，你是活着的主，你是全能的主。谢谢你带领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，再次激励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心有重来的盼望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主赐福你。若是今天你在什么事情上软弱，不要忘记，主也要在那件事情因着你倚靠他，使你得胜有余哦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